思辰，来多吃点。谢谢妈。妈，你别给他夹，夹的他也不吃。干嘛？妈给我夹菜，你记得吧？对，我就是吃醋了，我妈都不给我夹。好了好了，给你鸡蛋。我给你夹谢谢妈。哎，不吃你夹的，我嫌弃你。你要不吃我给你夹的，你就是不给妈面子。妈，你这是什么逻辑啊？你管我什么逻辑？好了好了，快吃。妈，你看呢？好了，快吃。张嘴。哎，妈，我要你夹呢。好了好了，鸡蛋再给你。喏，你看你急的，好了吧？妈，我还要你给我夹那个吗？行。李老板，在想什么呢？你有没有觉得，我们就像是真正的什么？就像是一对真正的夫妻一样，能够这么热热闹闹的吃一顿饭，这在我爸妈之前没有感受到过。为什么？你也知道我们家有很多规矩，有很多束缚，连吃一顿饭都有很多要求，从未有过这样的体验。平民的体验？不是，就是很安心，很踏实，是一种温暖的家的感觉。李思辰，这2天要是没有你的话，我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。幸好有你。唉，小问题了。哎呀，困了，借我靠一下吧。